来看云林古溪桂林村的这个吊桥，是徛伫真侪人爱去运动的3号的步道，所以当地发展协会就向水保局提报着计划，要伫吊桥的双边的入口来做马爷相关的艺术的造景，嘛要来整蜜源的实物，希望会当成马爷来遮生态，将做一个景点。 古溪乡桂林村的杏林吊桥有真侪人爱去遐运动。即摆桂林社区发展协会就甲水保局提报计划，伫吊桥骹设一个休闲的场所，和社区更较水。阮就想讲，甲水保局南投分局提这个工程的计划把这个整理一下，让游客有一个新的景点。 因为这个所在环境真好，真侪所在拢有爷仔的身影，所以讲即摆社区嘛以这项特色作为建设的主题。水保局佮阮设计这这个5架蝴蝶过程啦让游客来有新的景点可以打卡。这个艺术造景唔但好地方的旅游更较完整，一定嘛会好参加活动民众有更较好的体验。经嘞这活动办几啊年啊，相关邻近咱就一寡这个空间嘞脏乱点嘞，咱一定爱甲整理未来到桂林行行咧，唔但会使感受到步道的清凉，更加会使欣赏到真水的夜。